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满意新闻。阮要给恁生活中的大细项代志，稳步的新闻，保你满意。我是吴一派，我是徐万某。新闻一开始，带你来关心最近的天气。这几天的天气实在是热甲烤，烤出来，热到要烤出来。真侪所在的体感温度拢已经超过45度了。不过，伫咧台中南屯区有一个退火性品，听讲有真侪消防队伫咧拍火进前拢会菜罐啉。干呐！凉啊！凉啊！那你这个哦，做起呢。麻衣麻衣。腾，切来切。大家拢知影，真侪台湾的民众拢就爱食火锅。就算讲外口日头赤洋洋嘛，真正就爱食火锅。唔知大家到底是咧食啥？啥物款的口味？若讲到口味排行的第一名，绝对是麻辣火锅。也毋过这麻辣火锅有当时啊，食咧就会庆大宴。好，像这个时阵，你就爱来啉一杯台中麻衣汤，冰冰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白再会。冷气是安有开，热甲。我拢爱穿短裤来报新闻的，这到底是啥物款的电视台啊？笑死人哦！妹妹，嗨，我甲你借问一下，今仔日的椅啊，哪会是我的三只哈？我是前辈，前辈都爱死的，我爱比。你爱死的。后摆爱注意哦，爱注意，请假。请假。这就是一个趣味的新闻啊！用这种新闻啊，短影片啊，吸引少年人会当看这个短影片啊，顺续来了解阮台中南屯区的麻衣安尼。真赞！我看了做满意，做满意耶，满意新闻啦，就满意，有互人满意啦，是满意新闻台。对啊，台中麻衣，互人满意安尼。哎呀。